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7月29日 AM 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多数的扫过了后，高雄传出有2个人和树仔对着伤，加在拢无性命的危险。另外，南环有探访月底才会当全线通车。多数的登陆中国了后，即卖已经变做历代性的低气压。台电表示，因为风台失电的家户，半暝会当全部恢复。美国总统要用拨款权提供台湾3亿多美金的军事援助，这是第一摆要甲美军现有的武器交予台湾。咱总统府感谢美国小天。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风台杜苏芮扫过了后，伫个高雄传出有2个人去互树仔跌着伤，加在拢无性命的危险。也那动物园等等观光的地点，今仔日是搁休一天，要来整理环境。另外，伫个南怀是有部分路段塌方，上紧要等到月底才会当全线通车。风台虽然离开，这几天后山区带来雨量也影响山区交通。本来透早5点半，民众经过南华公路第20线海端离州附近路段，大量土石连落来，无法度行。关山干部大表示，土石崩漏已经伫早起9点进前抢通，不过山区累积未少雨量。南华公路过高架向阳路段崩漏，路桥严重，道路由原被通转线被通，恐改到7月31日，风台带来影响也伫咧。监视器记录树仔倒去迄阵，经过民众防讲着伤。个汽车轿车也互击着，一部自小客车，并有3名机车骑士行经该路，导致2人受轻微擦伤。2个受伤的人就医了后，无大概现场位于小港区大业北路，疑似连日落雨，树仔土石一松软，高机向往山倒去。全市累计到29，至少有900件路树倒去的通报。这3天，环保局出动1546人，387台车线后扫出路后，本数407栋。今天我们陆陆续续在做一个后续的一些清扫，接下来我们会进入我们的公园里面做一个全面的清除。高雄寿山动物园也变成受灾后，爱搁巡园一天。那其实还好，那也并没有说有造成可能其他像是一些建筑物或者是设施的损坏。园区来情况，人力机关也爱搭配大型机区清扫。除了寿山动物园、高雄的公山之眼、基丁雷亚客馆、金山湖蝴蝶园等观光景点，也因为灾后，中正环境拜六拢休园休馆一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6号风台卡努登陆台湾的几率是增加，也毋过后礼拜2开始，外围环流会带来阵雨，台南的中南部的这雨势是会较粗。也那杜苏芮登陆中国了后，即马已经变作是历代性低气压。台电表示，因为风台失电的家户，伫个半暝会当全部恢复。大型机区在工作人员淋着毛毛雨，并抢修复电。杜苏芮风台过境了后，金门捌有9000多户停电，为要赶紧复电，台电配电处为台湾调度工班队伍，各种机区透早为台北坐飞机飞往金门第13道前往金沙镇西园村进行高空抢修作业。我们就从桃园区处以及北南区处到调集了4班，共21个人，经由空军的协助。今天早上顺利的到达。那将一天风台暝，强风变雨，金门真侪所在路树倒去，一位查某人骑机车经过环岛南路4段，因为视线无好，无注意路树倒伫路中，弄到跋倒伫涂骹，受伤流血，加在无生命危险。一卡流血哦。今年第6号风台卡努离台湾也有1500多公里的大强度，淡薄仔增强，无前向北北西行。有个礼拜2到8日道道开始北转的角度会是离台湾附近的关键。虽然一只清代记录机，也毋过随着风台外围环流瓦近，也是会为台湾带来雨势。后续带上来的西南风会影响到中南部的地区，所以中南部的降雨在礼拜4、礼拜5过后会变得比较明显。后礼拜2起，受卡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这方面的西北部都有地渐雨，北台湾也有阵雨。后礼拜3了后，西南风影响落雨强度爱看风台离台湾附近来决定，可能有激烈降雨，有保模式又有局限，提醒民众爱注意相信风台资讯。记者综合报道。杜苏芮风台是造成全台湾有5700多万的损失。伫屏东、金石也有木瓜园，四界拢看会到倒去的果子树。也那家己的沿海也是同款受灾，蚵仔病是拢互吹倒去，损失上无有5成。毋过嘛，因为这粒风台，即马各地水库拢有补着水，高雄水情顶好，即马已经转做正常。滚石园内底拢是倒去的滚石树，画石顶头拢有真大笔的滚石，互农民感觉是真毋甘。风地都无效，拢风
这大路啊，起啦，拗长。这些事先拢用查机拄着咧，也是袂堪要风台吹落去。屏东县新北乡、内埔乡未少群石树拢被吹凹断去，无过损失也真严重。全县灾害面积超过200外公顷，损失金额1200多万。嘉义沿海饲蚵仔所在也因风台损失真严重，未少蚵仔背拢吹扁去，连蚵仔拢消失，保守估计损失5成以上。损失会使讲算全无伊较济啊啦。安尼哦。哎啊，8、9成绝对有啦。已经有流失啊，还是损毁啊？那牡蛎壳条的牡蛎串啊，也有一个掉落的一个情形。到拜六早起11点，都市瑞风台造成的农业产物加民间设施损失达到5840万，干那农产损失就5700多万，农作物损害面积是1000多公顷，其中花莲县受损上悬，搁再来是屏东县。我们大概就是香蕉、木瓜、香瓜还有西瓜，那整个受损的面积大概200多公顷。风台造成灾害，也予全台的水库入水真水。水利署统计，25到28下晡4点，全台水库入水9500多栋。北部的石门水库、明德水库跳水量超过9成，中部德基甲日月潭水库也有8成以上的跳水量。南部的林义潭水库甲南化水库更加是瓦罐强要满。连前7码跳水率低，山木水库也增加2趴的跳水量，也予高雄地区水情灯号对31开始水情提醒转为水情正常。李家机关是考虑供水医院需要资源，水源北江溪供水无稳定，医院维持减压供水唔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到花莲光湖乡的大兴村受到风台的影响，山水是拢塌掉的。无受到这村长病仔囝去处理的时阵，煞因为这个溪水串流，所以无法度落山。也那南投的东部温泉是因为上游的管线破去，地处现场拢是臭油暧昧，环保局是来开单处罚。溪仔水真串流，一直冲来，也毋过救援人员也是冒险加民众护送过去。刚才伫救援人员协助的2个人总算是安全渡过溪仔。原来这天风台来，花莲光湖乡大兴村所使用的山泉水的管线出水口被拆掉咧，庄仔来已经3天无水通用。村长甲后生爬去山顶修理，毋过回程拄到溪仔水拢冻起来，无倒转来。警消接无了后，赶去救人。对，我们这没有雨啊，就这样溪水才暴涨，我们才被淹到，我们才没有办法过来。另外，伫南投的东部温泉区，有民众翕到过路的排水沟啊，出现真高的油垢，也佫有真插鼻的油臭味，尤其是风台来的这几天是上严重。我晕了，我还以为是来有漏油。民众讲，几天来这气味实在是真臭，赶紧通报环保局来稽查。环保局第2班去稽查，确定是饭店业者的炼油油管破气才流出来造成的。那我们也会依照水污染防治法28条的规定，会处1万到600万的罚款，并要求限期改善。会做一个水质检测的部分。好，那我们目前来说，我们在采购一些水质检测部分，以避免说影响到附近的水源这样子。环保局讲，除了依法开罚单，也要求业者随改善。你假使若是无改善，会搁再以水污染防治法来改动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要动用拨款权来提供台湾3亿多美金的军事援助，这是第一摆要甲美军现有的武器交予台湾。咱总统府是感谢美国小天，未来嘛讲会继续来深化台美的关系。美国总统拜登伫美国时间2月尾发出备忘录，宣布头一摆动用总统拨款权 PDA 提供台湾3.45亿美金，大约108亿台票的军事援助。咱国总统府感谢美国长期履行对台湾的安全约束。国防部感谢美方对台湾坚定的安全承诺。总统提用权是对台湾军售以外，另外一个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重要工具。台美会持续就安全议题紧密合作。美国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温准总统使用 PDA 将美军现有的武器装备也是服务交付予台湾，当年上济10亿美金，以原价延迟输台190亿美金军售。军援程度虽然无公开，也毋过风声包括4只 MQ-9A 无人机也有增加经费，较可能是精准弹药，也是先进飞弹系统。那参议院最近通过2024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协助台湾军
军队培训，推动后备军力改革，呼吁台美进行军事网络安全合作等内容。网络它是超越地缘的新的一个作战、新的战略，那也是我们现在台湾最强的一个部分。台湾这一边对中国的观察，其实也会是美国这边会希望跟我们交流交换的一部分。We've seen troubling PRC coercion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o right here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And we'll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s they defend themselves from bullying behavior. 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齐当到澳洲访问的美国防长奥斯汀，佮批评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为，同时佮表示美澳甲区域盟友维护区域安全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要来关心的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仔日参加亲子活动的时阵表示，伊若当选，就会依持目前一个0到6岁的饲囝补助。也若民众党的郭文哲，伊是来办演唱会，伊讲若准当选，就会互民众来参加伊的就职典礼。也若国民党的侯友宜，伊今仔日是因为感冒取消行程，准备后礼拜一要去日本交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来到新北市邦桥参加亲子活动，入场时亲切摸一个囡仔的头，也甲家长握手拍招呼。伫活动了后，甲家长座谈，听一下民众的心声。伊讲家己嘛陪囡仔大汉，了解顶头有时代，下面有囡仔的辛苦。若是当选总统，会延续蔡总统的政策。未来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在长照2.0的基础之上推动长照3.0，再往前进。推0到6岁国家一起养2.0。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伫下晡举行演唱会，伊身穿白色的医生衫来唱歌，虽然有噪音，特别着音乐，现场听众也是拍拍叫好。演唱会门票是8800块，引发讨论。郭文哲是以唱歌跳舞来回应支持，馆长但只还也以嘉宾的身份出席，也带来选民的提问：明年可以参加你的就职典礼吗？好，这个开放凯达格兰大道，让大家参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也未表示态度，是毋是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到中华拜访无党籍北岛镇长候选人，现场有国民党人士公开来为伊加油。中华民国啊，出这样人做总统好不好？鼓动，加油！鼓动，加油！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拜6原定有造势活动，因为重感冒临时来取消行程。侯友宜办公室讲，毋是确诊新冠肺炎，拜6礼拜2天专心来静养。约定拜一坐飞机到日本东京，会拜会国会议员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也甲台湾侨胞来交流。侯友宜也依照程序请假，新北市长业务由副市长代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年顶半年的24点钟内死亡的交通事故，这是6度上侪，而且呢，这死者大多数拢是老大人。警方就表示讲，其实老大人对交通的法规较无遐要义，佮加上行动不便，才会发生意外。即马会针对较高出意外的地点来加强执法。就算毋是上班日，台北市民权东路甲建国北路口的车依然真侪，佮加上边是人行回横，未少老大人来运动买菜拢会经过，也好这个所在真早发生上侪老大人死亡交通事故的路口之一。很拥挤，还有些上建国北路高架桥这一带早上在运动的人很多，不管说走路也好了，还有各方面应该会是比较，也许红绿灯的这个长短的关系。根据台北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今年1月到6月24小时内死亡交通事故有43件，比去年同期增加17件。高龄者占25人。高龄过路人事故伫板桥区西园路甲桂林路口、台东区中庆北路甲民权西路口、中山区五常街甲龙岗路口甲民权东路建国北路口，各发生3件上侪。时间大部分是伫早起甲下晡5点到7点。我跟你讲，这边这个礼拜2次车祸。学校有很多家长来带孩子回家所以摩托车啦车子也是在上下课的时候比较多。交通大队指出，高龄过路人死亡案件当中，自身违规行为的人比例有87.5%，点破大部分的老大人较无交通法规守法的观念，而且因为身体能力退化、警觉性较低，属于高风险防治对象。
肇事原因仍以行人穿越道路未依号志指示，以及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线不暂停礼让为主。交通大队强调，会伫事故节点加强执法处理，提悬见警率，搁加强宣导，也搁会会同交通局强化改善号志甲路线规划，来防止事故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击剑的选手卡兰进前伫个世锦赛是拒绝甲罗西亚的选手来握手，结果煞去互大会来取消伊的资格。卡兰是感觉真委屈，嘛惊会因为安尼无法度参加奥运。加在国际奥会伫个今仔日表态，讲会直接邀请卡兰去参加明年的巴黎奥运。经过2天互破，八也是剑击选手的国际奥会主席巴赫里高发表声明，直接邀请乌克兰女子剑击选手欧尔加卡兰参加明年的巴黎夏季奥运，也予卡兰拒绝到5个选手握手的风波暂时平息。卡兰2次伫意大利米兰的世界剑击锦标赛头一轮以15比7赢用中立国身份出战的5个选手斯美鲁瓦了后，拒绝甲对方握手，只愿意透过配剑的将头甲对方第一，也毋过斯美鲁瓦毋肯，2个人无欢喜离开。斯美鲁瓦甚至伫比赛场上坐超过半点钟。卡兰因为无握手，违反赛例，得到乌牌，互大会取消参赛资格。卡兰伫被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强调，俄乌2国伫交战中，伊呼吁大会修改选手需要握手的规则，尊重乌克兰人民甲选手的心情。Rules must be changed because it must be respect for Ukrainians a lot becaus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e have still war and during this war still going. We just can't do change and you have to change it and you have to have some respect to us. 比赛了后，乌克兰的体育部长也出面挺卡兰拒绝握手的决定。Але саме головне, що вона показала позицію України, що ми не можемо тиснути руку нашим ворогам, вбивцям. То н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те, що зробила Ольга, ви знаєте, ми з нею спілкувалися вчора. Ми з нею спілкувалися позавчора, ми з нею весь тиждень спілкувалися. Вона була дуже, знаєте, готова до перемоги. Але вона мені тільки сказала, я ненавиджу їх, я не можу тиснути їм руку. 32岁卡兰捌代表乌克兰参加过3届奥运，得到金牌在内的4面剑击奖牌。根据国际剑击总会的规则，若选手得到乌牌，会停赛60天，袂当参加任何比赛。剑击赛季伫世锦赛了后后热，问题无大，也毋过失去世锦赛积分，对卡兰争夺明年巴黎奥运的资格一定产生重大影响。那国际奥会29的声明虽然顺利化解即摆的握手风波，也毋过政治甲体育交叉做伙。金牌保证瑞穗情况袂伫巴黎奥运的任何比赛搁发生。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推广北部的手写台湾文，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是出版10念两，也搁有马祖你要带倒位这2本台语绘本，希望充满台湾味的亲子料理故事册，甲马祖的信仰，会当互囡仔去了解台湾的文化，甲台语生活用词。绘本作者用鸡卵造型的沙铃带动气氛，现场大人甲囡仔拢笑嗨嗨。台语绘本作者陈玉轩甲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合作出版10念两这本册，透过鸡卵这项上普通的食材，来讲发生伫咱生活周边的故事，佮结合台湾食谱，互大人甲囡仔拢会当找到共鸣。这个囡仔咧，伊就看到这个台湾料理的时阵，伊就结连伊的生活经验，甲生活经验有关系的时阵呢，伊就加强印象。安尼家长嘛会当带因透过内底的食谱，会当真正，譬如讲家己来做鸡卵糕啊，安尼因就看到，佮闻到，佮食到，佮摸到，加强印象。安尼这就是即卖上界流行的五感啦。另外一本绘本是作者透过伫囡仔时代听到的故事，来讲北港妈祖庙的由来。希望读者会当重视甲台语无法度分开的台湾文化。大家拢少熟悉妈祖婆的信仰，毋过到底第一间妈祖庙是伫倒位？妈祖庙是安怎伫咱台湾兴起来？希望讲咱父母拢会使带囡仔来读
咱家己的绘本，咧更较了解咱家己这片土地的故事。父母家庭吼，阿公阿嬷会当带孙带囡仔来做伙读咱台语的故事吼，透过真生活化，另外嘛有文化内涵的物件，来互即个囡仔豆豆来了解咱的土地文化安尼。基金会表示，这几年囡仔受到3C导引的影响真大，希望透过台语绘本，互囡仔感受台语创作者对土地的关爱，认捌台湾的母语，都是语言生活化。记者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6岁进前的囡仔学语言是比别人搁较紧的，就有台语团体办分享会，鼓励家长应该爱伫厝内讲台语，创造一个自然的环境，互囡仔会当认捌父母的话。囡仔语言的敏感期伫咧出世0岁到6岁，所以你也是6岁进前无甲伊讲本土语，6岁以后要叫伊讲，实在是搁较困难。台语团体强调，只要父母伫厝内，甲囡仔讲台语，唔免专工学，囡仔母语就法度讲甲真练转。其实认同伫厝讲母语的家长阁袂少。希望讲台语会使继续传落去，因为囡仔去上幼稚园，伊一定会晓讲华语。台语，阮伫厝的就尽量讲，逐工讲，伊一定就会讲安尼。讲话基本上7、8成以上都是属于外来人口。那以外来人口的话，他们的工作环境其实大部分会运用的都是中文跟外语。那其实相对来讲，就是会用到母语的机会比较少。姆哥，我觉得可以让小孩子可以多讲。若准会当，互囡仔有接触母语的环境，甲囡仔讲台语故事，互囡仔听，参囡仔做伙看一款绘本，或是帮助囡仔学台语真好的方法。希望呢，大家来做母语家庭。阮家讲母语家庭的家长要有啥物心态，要安怎用母语，也是用台语，甲囡仔共读一本册。搁有就是甲因分享阮台北即个台语共学是安怎运作的。希望讲大家也是需要台语的囡仔环境，嘛会使大家做伙来营造。透过台语推广活动，互大家除了会当知影本土语言的重要性，而且嘛用上自然的方式来学台语，互更较侪人会当较直来讲台语。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明仔载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是27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外岛地区是28到33度，搁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稍等的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